唔知咱乡亲敢有染头毛习惯？不管是为了要砍一寡白头毛，还是要改变色水，未少人拢有染头毛的经验。像我头毛嘛拢爱染，也毋过有一种流传真久的讲法，讲染头毛较有治着膀胱癌，还是淋巴癌，甚至女性讲较有治着这个磷酸癌，这敢真正有影？这染头毛应该注意什么代志，较袂去伤到咱的身体？来看今仔日的花絮，拍假特工队。 天后蔡依林台湾出场，造型打扮啊真水，头鬃色水嘛真侪变化。今年杨丞琳的头鬃色嘛千变万化，互大家拢紧紧看。不管是为着像明星共款对时行，还是为着食白头鬃，真侪人拢有染头鬃的惯势。不过，有人咧讲染头鬃会着癌，因为染发剂有化学成分 PVD 对苯乙胺，会增加着癌的风险。这敢有影？ 如果以对苯二胺来说，它顶多目前是被归类的时候第3级了，所以它也不是人类第1级的致癌物。所以说染发剂会致癌这句话就是有点 over， 而且何况有些染发剂在市面上一些什么像一些短暂染发或植物染根本没有对苯二胺。 根据小数资料显示，国际癌症研究中心会对苯乙胺列作第3级致癌物，也就是危险性无悬。 虽讲染发剂袂互人着癌，不过有的成分却可能互有的人着皮肤炎。进前不管伫咧国内外，拢有人伫咧染头鬃了后，皮肤烧烧、擦擦疼疼，甚至规个面肿敢低头。所以，紧染发剂和染头鬃的方式真重要。 一次和一次的中间至少隔3到4个月以上。那在所谓做染发的过程中间呢，尽量不要接触到头皮，尽量减少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哪一点点呢？先在你的这个手背这边呢，先稍微涂抹一下，那我们再来做使用，这叫做皮肤的这所谓的测试啊。如果外面标示有写说有对苯二胺或 PPD 的话，你就不要写。 对。不过当然说有 PPD 的话，它颜色也会浓，比较持久。 唔免讲染头鬃是一件恐怖的代志，爱注意染头鬃袂当伤着染。染头鬃前后嘛应该加啉水，皮肤若是有空嘴或者是过面镜头的时，千万唔通染头鬃。知影这个关照，爱水规当兼顾健康。